基础台语第5集，这4字安怎读？莫浪费时间，直接 Google。大部分你查到的，拢像教育部书典教的，读做平、上、去、入。若有人安尼读，讲要教你台语，相信我，伊完全无了解台语的声调。这4字啥物意思？来 Google 一下，你查到的是毋是全部用中文解说呢？安尼代表啥物意思？就是无参考价值。为何无价值呢？因为4字一字斗毋对，一字乱讲。第4字讲对啊，是中文无的声调，无要如何用中文解说呢？我整理规半部要如何解说这4字。想来想去，也是直接讲较简单。这个去是假音调，中文无的声调。未学到的同学，请参考基础台语的说明。假音调，中文无的，无就讲无啊，搁讲一大堆，是毋是乱讲呢？这句空虚字典显就有，毋是啥物秘密。对汉语博士来讲，可能是秘密啦。伊就草莽草啊，伊袂晓，读袂出来。咱先来看尾3字鸟气声，所以这字就读鸟，假音调，也就是气声。有简单无？搁来挪调切，前切取声母，后切取韵母甲声调。切出来同款是鸟、摇、鸟，这真基本，咱学起来就好，脚踏实地就好，免乱转啥物秘密毋秘密，结果切袂出来，见笑。这是由韵切来的读音，所以就是韵切音。乱讲奇奇怪怪啥物古早人读切音迄吼，无聊。假音调的气声安怎读？滚滚滚滚，咚咚咚咚，西好把比。一般就学7声8调安尼的比对法。安尼学的这几字读会出来，其他的字就毋知读会出来无？鸟可能就读袂出来啊。基础台语有讲过哆咪嗦的135拼音法，来来来，到到到，大家会使参考安尼的比对法。即马搁来介绍一个直观的方法。气声如何直接读出来呢？分享个人一个方法。想象一下，坐碰椅，真简单啊，直接坐落去。坐一只真矮真矮的椅仔呢，是毋是有一个坐力？读气声就亲像往下做的坐力，所以讲是假音调嘛。用这个方法来读看卖，滚有一个坐落去的坐力，动坐落去，把坐落去，拍切拍会变调，是毋是也有一个坐落去的说面？教育部无的声调哦。甲骨先生的135拼音法才有的，口语上咱确实安尼讲的声调，一个被教育部消失的声调哦。滚用坐加落的坐力，安尼直观读出来。拄开始练习的时，配合哆咪嗦3连音来帮忙确定一下。滚滚滚滚是国语的一声，本来大家就真熟悉啊，但是安尼难做伙会混乱无？高频调如何直观读出来？读高频调的同时，用头壳顶来强进，来练习一下。滚、东、西，是毋是真简单？若嫌安尼无够，搁加一招，加上甲目睭调悬，练习一下。真、歌、真，高频调嘛，
用头壳顶来强进。国语的四个声无问题，所以台语只剩3连音爱练习。棍、君、君、低音调、高平调已经有直管发音法，中声调咧。中声调的直管读法，目睭看正中，喙的发音向正中发出来，勇敢向正中读出声。君3连音来确定一下，君、君、君的君，君主是低音调，这是变调，提醒一下。唱勇敢向正中直接读出来，3连音是唱、唱、唱的唱。唱这个音有增加一丝丝仔困难度，因为是双母音。双母音的声调判断的秘诀，就是注重伫中母音。你练习看卖。3连音进前的基础台语有介绍过，这集分享的是直管读法，个人安尼咧使用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也欢迎分享你练习的过程甲成果。经过安尼的介绍，来随堂考一下。水本调是国语4声的高降调，你练习一下。淡水河的水变调以后是低音调，也是中声调。你先暂停一下，认真想一下答案。公布答案：淡水河的水变调以后是高平调。淡水河有无？头壳顶有强进。只要你有认真想过，不管你的答案对或者毋对，我相信应该你这世人所有高平调的字，你拢袂阁发毋对啊。因为国语的一声本来大家就真惯势啊，只是常常小可有混乱字语。经过安尼的练习，高平调应该这世人拢袂发毋对啊。国语的4个声调，网络看到的这张图真值得参考。中文的部分就无阁详细讲啊。台语就是西、厚、尾、到。基础台语第2集有讲过，好胆你就来、厚。台语的发音更加符合用伫国语的第3声，也就是二声，其实台语无用到，也就是阳平，其实是国语的3声。上声袂使安尼读，尾、到这类的声调，毋是气声。尾、到、好这类的才是上声，爱安尼读。气声中文无的声调，台语有2个，倒调的低音调例字霸，咪调的中声调例字唱。应该无介困难啦吼。一开始有讲到安尼的结论，经过顶一下的解说，有较清楚啊吧。补充平声的部分，阴平就是国语的1声无问题，阳平伫135拼音法就是国语3声。好啦，就算你袂惯势，阳平要用国语2声也可啦。总是伫台语的声调有3声就无2声，或者是有2声就无3声。有安尼的观念，平、上、去、入就袂乱斗啊。简单补充中文无的入声。入声调就是低促音，总共至少有4个低促音声调。为何讲是至少4个呢？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只有教育部讲的2个，即马经由甲骨先生的指点，只发现至少4个，可能阁有其他我还未体会的。一开始不管教育部安怎教，
这个一确实就是假音调，一开始有无？一的声调是坐下落来的声调，假声调的低促音，是无？草啊、长啊、挂草，另外一种讲法，噗草，确实是高降调，低促音的高降调。安尼的举例，低促音是毋是至少有4个？差不多全世界的人，这4字拢读做平、上、去、入。你课文论硬要读平、上、去、入，有影无？来看宋朝的讲韵，分做5卷，倒5卷？第5卷入声。宋朝的入声只有一个声调，为何呢？就只有这个第5卷啊，无像台语有4个声调，遮尔丰富。去声、上声，是毋是我讲的假音调、高降调呢？等者来确定。下平声、上平声，是毋是国语的二声一声呢？并毋是，讲是宋朝二声、宋朝一声，可能较适当。来这个网站，中国特学书电子化计划练习来查一字，上下的上，有讲韵的解说，空虚字典的解说。咱先讲2个重点。一般我要查字，拢会先来上下尾遮看伊的反切安怎读，啥物声调，上声，嘛有去声的即个声调哦。咱等下转来确定到底即字安怎读，啥物声调。电子化嘛，你是任何出现讲韵的所在，拢会使加饲落去。讲韵饲落入来即个画面，第1卷上平声，咱来看即卷应该是啥物声调。前几字看起来亲像国语的一声，第8字微，第9字牛，二声啊。其他的呢，侪二声加一声加一声，文二声，元二声。照讲韵的意思，即卷应该拢是共声调啊。但是咱即马看起来有一声有二声，所以我讲上平声是宋朝的一声，无一定是对应咱的一声哦。下平声呢，我讲是宋朝的二声，有中文的一声哦，二声和二声，歌一声，麻二声，二声，清一声。所以下平声是宋朝二声，无一定是对应现代的中文二声。继续来看第23卷，应该是啥物调？上声确定是读国语4声吗？当、讲、止、尾、语，基本上是拢读第4声，无毋对。海是假声调，话毋是安尼哦。海，所以音调宋调甲咱即马比起来，是毋是嘛有差？少、巧、过、尾，拢是4声，无毋对。过来第4卷的去声、爽、用、字、未来味，拢是假声调为主。来看第5卷入声，伊就无搁分啥物声调啊，所以较早宋朝的入声，剩一声哦，无咱台语较丰富哦，恶、恶、足、角等等。粗略啊看过讲韵的册皮，安尼的结论大方向无毋对，只会使讲大方向。因为也是有字的声调的差别。前册取声母，后册取韵母甲声母，真简单，无毋对。但是如何运用呢？以头拄仔讲的即个上为例，音调是上声，也就是国语的第4声，可
可能是安尼。声母出诗应该也无问题。即字呢是掌握的掌，也是天山录用奖的奖。总讲一句，爱认真、确定、清楚，袂使用文音、鼻音的理由来乱斗。讲阮阁讲即字是气声，意思均也，确实奉上咱安尼读中声调的上。遮尔无水准的物件出现伫我的频道，其实我也是非常无愿意。但是既然号称汉语博士，就乱舞到即种程度，可能有同学也有共款的困扰，我就小解说一下。是番落雨，毋免到即种程度。防雨既然和落雨同音啦，真正是要教人进前，字典小查一下嘛。即字读音上声，音切是虎口切，读音就是口。记口切，读音就是狗。即两字看有无？汉语博士看无啦。意思讲草字边即字嘛是读音狗，遮尔简单。就是遮尔简单，乱转一大堆的，当作看到歹物仔，不看也罢。即字读狗，蚂蚁，台语讲狗遐，高降调变调是高平调，所以狗变狗遐。我的节目第一集就介绍即字比乌龟的龟搁较歹写的字，莫怪无人爱看我的节目。即字读语无问题，将会语声嘛。即字会使读遐无？要安尼教台语，免小交代一下吗？敢讲要用准的，就准拄煞俗。即页是讲文的第一卷，第一字是当。一般讲文该字的音切放伫上后尾，得方切。即马看起来就有点怪，又不会太怪了。宋调的当昂是共声调，问题是这两字的韵母到底是翁或者是翁呢？我学讲文第一字就拄到安尼的大麻烦。讲文的第一卷上平声的第一字当，第三卷上声的第一字当，第四卷气声的第一字爽，第五卷入声的第一字恶。即马看起来安尼整理真简单，这是我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才整理出来。原来这是讲文的本音，也就是我讲的韵切音。台语的音呢，毋是主流啦，根本无记录。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则：当读做当，当读做当，爽读做送。乌的韵母转韵做啊，这就是我讲的东昂韵。即马大家知影为何有安尼的讲法啦。第25集有介绍过，大家会使参考。当讲韵是得方切，方呢是雨光切。无认真看，就以为真简单；认真看，深思伊的美角所在。当然啦，这种两门学问，可能毋是逐个人拢真有兴趣。但是至少要有一寡观念啊，安尼若有人乱转，就知影伊猪头皮怎无油啦。这集主要就讲这四字，嘛有人讲真简单啊，结果评上去路，乱读乱教。声调的讲法有一个对应的天主成德，咱来做一个功课，创造一句现代话来表达台语的音调，试看卖哦，期待你的作品。